后来继续来到台北北投的山区。 半暝有一阵少年人开2台车来夜游，这个回程驶到复兴3路，头前迄台车先冲到对向的车道，弄到山壁，佮弄断电火条的管索，规台车是安尼并车倒头栽4轮翘上天。车顶4个人，2个人家己爬出来，2个人掉伫咧车顶，其中一个头壳来出血，意识无清楚，送病院急救。 2台车做伙去看夜景，路线的路头前的修理车速度无慢，过弯的是车身倒平正平咧海，先弄到倒平的山壁，佮甲电火条的管索弄断，规台车飞起来180度倒头栽摔伫涂骹。 车速过快，转向过度，变成撞到，好死不死又撞到那根杆子，重心高，然后一急刹的话，它整个车就会跳起来，刹车卡死，它就整个翻过去。29号头早2点外，一阵少年人开车上山看夜景，伫路线的时拄到一个弯，规台车敢若失控，弄断管索，并车才停落来，有人爬出车内顺利逃出来。 后车驾驶和乘客赶紧冲落车斗3工，因为阁有2个人困伫车内，经消到场了，出动破坏器材来救人。应该是当驾驶人是驾驶操作的不当。肇事车顶一位乘客因为头壳出血，送病院开刀，伤势严重，警方到现场做酒测，目前排除是因为啉酒开车，初步研判可能是因为山区打磨，嘛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弯。虽然打洞啊，不过要是失控并车，警方嘛进一步来调查。